週末作業、家庭旅行遊記。上個星期天氣晴朗，陽光溫暖，爸爸媽媽帶我們3個孩子去旅行。我們來到霍巴特，走進一家小小的咖啡館。吃完午餐後，我們走到澳洲最古老的石橋前，拍了幾張照片，大家笑得好開心。我們開車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長長山路，慢慢地往上開到威靈頓山。山上的風很大，天氣也冷冷的，吹得我的臉都涼涼的。不過我們很開心，因為那天的天氣很晴朗，一點雲都沒有。去年有12名來自香港的男孩就沒有那麼幸運了。我哋上去呢個 Mount Wellington， 好靚啊！好靚啊！你睇唔到啊！人間仙境啊！其實右邊真係好靚，但係我哋而家已經喺雲入面係咪啊？哇好哇！出邊露出嘅位置都好凍。哇！呢個寒風凜凜啊！站在山頂還可以看到下面城市的風景，漂亮得好像一幅畫一樣。第二天，我們的車子坐渡輪去了一個叫布魯尼的小島。我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不在海上面建一座橋，那樣就可以直接開車過去，不用等渡輪了。我們先去了一個蜂蜜農場，免費品嚐了他們的蜂蜜，甜甜的真好喝。農場裏有一個透明的蜂巢，訪客可以從透明的玻璃看到小蜜蜂在裏面忙來忙去，就像上班族一樣，但最終卻一無所獲，一切都是徒然。後來我們去了一間巧克力工廠，工廠裏香香的，看起來很好吃，但我們家很節儉，在2個地方都沒有買東西，很文青，亦窮遊。試下冬菇。我們沿着沙丘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差不多走了快300級階梯，才走到觀景台。站在那裏，可以看到兩邊的海水，一邊的海浪很大，水翻來滾去；另一邊的水卻很平靜，像一面大鏡子。雖然兩邊看起來很不一樣，但都是大海的一部分。旅程的第3天，我們來到了一座監獄。大約200年前，很多犯人從英國被送到這裏來關押，他們還要親手建造這座監獄。他們犯的罪其實都不是很嚴重，像偷東西那一類。多得滯啊！咗2件褸，太陽熱。這座監獄遺址在2021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大家都說它很有歷史價值，要好好的保護。牢房很小，大概只有7英尺長，4.5英尺寬。英國人真是太大方了，居然在離英國本土17000公里外，那麼安靜又靠海的地方，蓋了一座這麼低密度的監獄。住在那裏，不但可以看到大海，空氣又新鮮，感覺像是給他們安排了一個附帶反省時間的長途度假。今天我們要去菲恩納國家公園，一路上還在一個葡萄園旁停下來休息。就像平常一樣，我們什麼都沒有買就繼續出發了。
我們來到停車場，心裏還在擔心會不會找不到位置，沒想到那位親切的停車場管理員笑着迎了上來，讓我們一下子安心不少。你唔好縮就得㗎啦，你俾佢。我們開心地付了停車費，然後就沿着懸崖邊上的小路慢慢散步。一邊走還一邊看下面的大海，風吹過來涼涼的，感覺整個人都輕鬆了起來。來到山腳下，我抬頭一看，山路彎彎曲曲，像一條長長的龍盤在綠樹中間。一開始我跑得飛快，空氣清新得讓人心情超好。爬到半山腰，路變得又陡又窄，我的腿開始酸酸的。終於爬到山頂了。從這裏往下看，海灣像一個酒杯，遊艇就像個玩具。在旅館享用了簡單的早餐後，我們到達了一個生蠔養殖場吃早餐。節儉的我們只點了一盤生蠔，其他什麼都沒有再加。我們一路開車開了大約2個小時，終於到了朗塞斯頓。雖然那天沒有去很多地方，但我們先去了一個當地的小公園散步。公園裏有一架纜車，從高處看到整個公園的風景，好像在飛一樣。還有一條吊橋橫跨在峽谷上面，站在橋上往下看，心裏有點緊張，但又覺得很好玩。下午去酒店辦理入住。雖然好像沒做什麼特別的事，但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快樂又充實的一天了。今天天氣特別好，藍天白雲像一幅美麗的畫。在旅館吃過早餐後，爸爸開車帶我們來到一個農場吃早餐。這個地方很安靜又舒服，餐廳正對着一個花園，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水池。坐在這裏吃東西，一邊看風景，一邊吹着微風，感覺整個人都輕鬆了起來。為了不浪費食物，我們5個人只點了3道菜，大家一起分享。專門 restaurant， 佢變咗臨。早餐後，我們又繼續不停地開車，車程很長。好不容易到了搖籃山國家公園，我們先買了門票，又要換搭公園的接駁車。下車後，再走了好一陣子，花了好幾個小時，終於看到了搖籃山。我們在那裏不久，天空就開始多雲了。拍了幾張照片留作紀念後，我們就回家了，而旅程也至此結束。這個星期雖然有點累，但是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，還和家人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。